佛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这一章，师父要告诉大家，这叫世间法，但是这个后头也有出世法。那师父很喜欢讲的内容，跟我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，很喜欢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人生的道路的体验，希望给大家分享。那么你看，我这么写到：常对大众不满，你对大家老是嫌这个、气这个、看这个不顺眼啊，你经常抱着这种不满啊、不喜欢的那种心，必遭大众遗弃。你不喜欢大家，人家会喜欢你吗？对不对？不可能的啊！你讲话，你看藐视、糟蹋别人啊，你自己觉得高高在上，这种你就是看不起别人。你对大众觉得说你不如我，你们每一个人啊，不像我这么大的才华，所以那种傲慢的心就起来了。一个对大众不满，为什么不满？就你自己觉得了不起嘛，自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，所以才会有不满。那么，如果你有种心态不健康的心态，最后你要遭受大众给你遗弃了，人家不喜欢你了。你讲话老是要欺负别人，态度太傲慢了，看不起别人，知道吗？啊，你看人家大众就遗弃你了，抛弃你，这个人就没有人缘，缘分不好。所以呢，你在跟别人格格不入，所以要注意。你千万不能够傲慢心，常对因果违背，必受因果报应。有没有道理啊？你对这个因果违背嘛，明明告诉你，你这样做你就会这样，你最后的结果你会得到这样。佛讲的话不可能欺骗众生啊，你种的因得的果就是如此的啊，你有什么好埋怨的？有什么好？你如何去逃避？没办法。所以你经常对因果违背，我就是不相信，我不愿意接受啊！我偏偏人家叫你说你一定要做善，我就不愿意啊！我就是不愿意，我跟你对抗。这个心性上啊，就是忤逆，就故意跟你强辩。那么这种你违背因果违背，那你以后所得到的报应，有一天。等到因果一来的时候，果报一出现，你避也避不开，逃也逃不掉。所以各位要知道，天地之间的因果是自然的法则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逃避，包括佛陀本人在内，他都不敢违背因果，他也不能改变因果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因果，我们人在天地之间受到因果的怎么样束缚？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报，这是你自己种的，自己得的。所以各位，你对因果如果违背，有一天果报如果现前，你不能埋怨，你怨天怨地啊，你说要怪这个人，怪那个人，都没有用的。对，你一定有因果报应的，有一天一定会出现的。常对念佛怀疑，我们对念佛怀疑啊，老是说，我这样念，佛会救我吗？我念这么少，我有资格吗？像我这种一直说谎话，每天都是欺骗，内心都肮脏，像我这种对象，我这样念佛，佛肯定会救度我吗？你念佛怀疑了，你对念佛怀疑。那么你起了这种怀疑，就是你那个念的信心上不足，你对佛就产生不恭敬，就诽谤，所以你必然为诸佛舍弃了，遗漏掉了，你会必然被他遗漏掉了。佛就告诉你，只要你有相信，你愿意来，我一个都不放弃，永远不放弃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对念佛不能有怀疑。如果你对怀疑，那么诸佛所漏掉，你不要见怪。然而，我们呢，在经典里面看到一段话，很可怕的。很多众生
就是顽劣、刚强，不相信，一直造罪造业。阿弥陀佛的救度，他不愿意接受。到最后，各位，你看我们这些浊恶的众生，很污浊、肮脏、造罪造业这种恶毒的众生，已经被了1004个佛所舍弃掉了。我们都被佛给舍弃了。为什么佛会舍弃？佛这么大慈大悲，怎么会舍弃我们众生呢？他就告诉你，你应该要这样，你应该要这样做，你就是不愿意听，不愿意接受，不愿意配合，最后你遭受狗报的惩罚，你堕落了，你受苦了。佛说：“你赶快弃恶向善嘛！有一天，我这个门啊，随时都打开的，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。但是我们就进不去，原因在哪里？业障障碍住了，我们不相信，不愿意啊！所以你对念佛怀疑，所以就被了佛给舍漏掉了，舍弃遗漏掉了。你看我们众生多可怜，有的人啊，顽强、顽劣。”个性非常的固执，他不晓得说有一天你会死啊！你会死呢？那时候我问你，你靠你的钱财吗？有用吗？没有。你靠你的地位吗？没有。你靠你的学问吗？没有。没有办法帮上忙，这些东西都帮不上忙。你的孩子很孝顺，能不能帮上忙啊？没办法啊，没办法，一点都使不上力啊，使不上力。我们是这个时候在进退两难、裹足不前的时候，在犹豫、担忧、受怕的时候，各位，就阿弥陀佛愿意来为你承担。好，你只要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所以你看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惶恐、慌乱、紧张的时候，突然间有这尊佛愿意伸出手、援助之手、救度之手，把你安慰、鼓励。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，把我们牵引到西方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要不要念佛啊？一定要念佛，各位。奉劝啊，我们所有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，所有的莲友们，大家要谨记在心。有一天我们面对着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任何人都帮不上忙，你最爱的人也使不上力了，唯独只有念佛，阿弥陀佛愿意来为你承担，为你救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信进去，一定要信进去，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绝招了，妙招。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了，没有第二个方法，所以我们各位一定要相信、明白，好，要信受奉行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